OK，Hello 姐姐，你叫咩名 Hello，啊？我叫名 Siti Kumairo 弟弟，幾多歲啊？我今年係43歲，43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兩個仔，兩個仔幾多歲啊？而家？我嘅仔咧第一個係10歲，第二個5歲。哦，如果你嚟香港，邊個照顧你個仔啊？我嘅老公啊，哦，老公，好啊好。咁姐姐，你之前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喺香港係8年，哇，8年好多咯喎，唔怪之廣東話咁叻，姐姐，識唔識英文啊你？我識少少英文啊，弟弟。少少英文，因為你之前去過新加坡係咪啊？係，好啊好啊。你之前嗰個老闆，香港有幾多個老闆啊？喺香港有兩個老闆，兩個老闆，第一個係咪6年啊？係啊，第一個6年，第二個2年。哦，6年嗰個係住喺邊度㗎？6年嗰個係住中環西營盤，西環西營盤，呢個照顧乜嘢啊？BB 係咪啊？呢個小朋友係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呢個老闆，兩個小朋友。兩個小朋友，兩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你啱啱做嗰陣佢幾多歲啊？啱啱嚟相似係3歲，同埋啱啱出世。3歲同啱啱出世，男仔定女仔啊？第一個係男仔，第二個女仔。嗯，好啊。咁你之前嚟係咪一個姐姐啊？得你一個姐姐咋？兩個姐姐，兩個姐姐，一開頭都兩個姐姐啦，係咪啊？係印尼姐姐。同埋我自己妹啊，以前哦，你個妹，咁你做嘢先定係你個妹嚟先啊？係我先啊，你我先先，做，跟住我叫我妹妹一齊同我做噶嘛。嗯，好好啊，咁樣，因為佢有兩個小朋友係嘛？咁有冇嫲嫲爺爺啊？冇啊冇，冇嫲爺爺嘅，咁你第二個老闆咧？第二個老闆住邊度啊？住屯門。住屯門，你啱啱做咗翻去咋係咪啊？係啊，屯門呢個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小朋友都係兩個小朋友。兩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呢一個？第一個就嚟2歲，第二個啱啱出世。哦，好啊，呢一個，咁一個姐姐係咪啊？我一個姐姐係啦，我自己。自己，好啊，咁姐姐你識煮咩餸啊？我識做炒菜啦、蒸蛋啦、蒸魚啦、蒸雞，就雞蔬菜啦，跟住咖喱啦，跟住炒菜啦，煲湯咧？其他嗰時咧唔係一波蟲，即係滾湯咯，滾冬瓜湯。要咁姐姐你之前喺屯門，你喺邊度買餸啊？屯門邊度啊？買餸話買餸。喺邊度買餸啊？屯門。屯門啊係天水圍嗰度啊，我送晒小朋友翻學，我送買餸咁樣。哦，你送小朋友翻學喺天水圍翻學係咪啊？係哦，冇問題。咁老闆屯門係住喺邊度啊？記唔記得老啊？闆屯門住係係屯門唔知係哦嘅，得冇問題。啊，康樂路係咪？嗯，好。咁姐姐你呢個老闆有冇嫲嫲爺爺過嚟㗎？有冇婆婆嗰啲啊？有婆婆一個婆婆，但係咧佢如果過嚟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一次，如果我要放假，星期日嗯，先佢過嚟佢幫手小朋友。哦，冇問題。但係如果唔係放假咧，佢唔過嚟，因為佢仲翻工。哦，好啊，明白。咁姐姐你自己去街市買餸，你自己諗住乜嘢啊？係啊，我自己諗住乜要煮嘢，我嗯，做咯。好啊好啊。咁呢個老闆，你屯門呢個你自己瞓覺定係同小朋友瞓覺啊？我係同 BB 一個間房，但係佢自己有 BB 床咁樣。哦，好，
好，咁你之前嗰個老闆咧，西營盤嗰個咧，如果係覺得我咧一齊瞓覺，同小朋友啊？係啊，嗯，四個人，妹同埋一個小朋友，跟住大哦，哥我姑住瞓覺，僱主都一齊瞓係啊，覺？係啊，唔哦，係大哥哥哥哥咧同姑住瞓哦，大嗰覺，個同跟住僱主瞓覺。我同我妹一齊瞓覺，一個房。嗯，OK，冇問題。好啊，好啊，姐姐，點解你想翻嚟香港做嘢嘅？係啊，因為我想揾多啲錢啦，我嘅仔翻學嘛，全部，同埋咧，我係仲住間屋啊，所以要揾多啲錢咯。我哋整間屋，好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好，姐姐你幾時翻去㗎？今年幾時翻去㗎？今年3月18號。3月18號。嗯，好，冇問題。好啊，好啊，姐姐，咁你以前喺新加坡嗰個好耐之前，你照顧6歲係咪啊？個係啊，都係小朋友，2歲差唔多，都3歲咁樣咯，兩哦，歲幾。兩歲，2歲幾，好，冇問題。好啊，好啊，姐姐，你驚唔驚狗㗎？狗咧，我驚狗啊，驚如果狗，貓我唔細細狗咧？驚狗，因為以前咧我有試過被狗狗咬。咬嘅咧，我有啲驚驚地咯，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冇問題。好啊，唔該晒姐姐你，thank 真係 you。你廣東話好叻啊，真係拜拜，拜多拜。謝，thank you。